大家好，歡迎嚟到開心校園頻道聖經頻道。今日我要同大家講一個關於勇敢同埋責任嘅故事。主角係一隻可愛嘅小烏鴉，準備好未啊？故事開始啦！傍晚時分，黃澄澄嘅太陽慢慢地喺山後面消失，留下滿天彩霞。喺以色列一個森林裏面，雀仔紛紛回巢，霎時間成個森林熱鬧起嚟。喺一片清脆嘅鳥聲裏面，一群烏鴉喺度聊天。各位朋友，你哋有冇留意呢度已經好耐冇落雨啦？我哋嘅樹林都遭殃，花唔再開，樹葉都垂頭喪氣，我真係又難過又擔心啊！唉，菲菲，呢啲都係亞哈王闖嘅禍啊！佢做咗咩啊？可唔可以話俾我哋聽啊？亞哈王唔聽從天父嘅話，做咗佢討厭嘅事情，例如拜偶像、為假神建廟宇，仲殺害咗天父嘅僕人，搶人哋嘅葡萄園，激嬲咗天父啊！所以天父要懲罰佢？天父差遣以利亞先知話俾亞哈王知，如果以利亞呢幾年都唔禱告，天一定唔會落雨。唔怪得知我哋嘅樹林都遭殃啦。咁都冇辦法啦，天黑啦，都係早啲休息啦。但係呢一群烏鴉整夜都瞓得唔安寧，為住天唔落雨而擔心。突然佢哋聽到天上傳嚟一把聲音：你哋好啊，我係你哋嘅天父啊！烏鴉又驚又喜，三頭四望，找尋天父在哪裏。你哋願唔願意為我做啲嘢啊？天父好啊，但係咩嘢啊？我要你哋每日朝早同埋夜晚擔住一啲餅同肉，俾住喺溪旁嘅以利亞先知，我要食佢嘅痕跡，警告亞哈王。嘻嘻，嘅餅同肉呢個主意唔錯，話唔定我都有份食啲肉啊！但係我喺烏鴉群入邊最細個粒，我有冇能力完成呢個任務㗎？只要你願意，我會添加力量助你完成呢個任務。菲菲聽咗天父嘅話，好開心。佢明白原來天父唔會因為佢微小而忽略佢，反而仲委託佢辦理重要嘅事。天父，我願意，請差派我。第二日朝早，菲菲一覺瞓醒，就聽到天父話：菲菲，你預備好未？菲菲即刻起身做嘢，周圍去揾食物。一見到地下上面有餅同埋肉，就即刻叼起佢，展開去約旦河東基立溪嘅漫長旅程。菲菲十分興奮，佢口入邊擔住餅同肉，同眾烏鴉喺空中雀躍地飛舞。連佢哋呢啲低微嘅烏鴉都可以為天父做事，真係光榮。菲菲一直飛啊飛，但過了一陣，佢覺得身體越來越沉重。唔好啦，嘴巴擔住嘅餅同肉就快要跌落嚟啦。天父啊，點算啊？請幫助我。講嚟又奇怪喎，經過禱告之後，菲菲覺得身體好似輕咗，嘴巴緊緊地擔住餅同埋肉，繼續往前飛。嚟到一個山洞，菲菲被眼前嘅景色吸引住咗，佢停喺一塊大石頭上面，放低嘴巴裏面擔住嘅餅同埋肉，休息一陣。過咗唔耐，菲菲嘅肚咕咕響起身，佢望住石頭上面嘅餅同埋肉，口水都快要流落嚟啦。點算啊？呢啲食物實在太吸引啦！我食一兩啖應該冇人知係嘛？但係一諗到天父俾佢嘅任務，菲菲即刻打消呢個念頭，佢即刻夾住餅同埋肉剩返嘅旅程。太陽開始往山後爬，染紅咗半個天空。菲菲終於嚟到基立溪，佢喺溪旁遠遠睇到以利亞先知正企喺洞口，等待天父為佢預備嘅食物。菲菲高興地飛到以利亞身旁，以利亞接過餅同埋肉。
多謝你，小烏鴉，辛苦你啦。烏鴉信守諾言，每日都夾住餅同埋肉俾以利亞先知。由於佢哋每日早晚都同以利亞見面，大家都成為咗好朋友。啊，可以為天父做嘢，我真係好快樂啊！各位同學，你睇，就算我係一隻細細粒嘅烏鴉，只要勇敢承擔責任，信守諾言，天父都會使用我嚟完成大事。你願唔願意好似小烏鴉菲菲一樣，成為天父嘅勇敢小幫手啊？係啊，就似聖經所講，在人事不能，在神卻不然，因為神凡事都能。只要我哋像菲菲一樣勇敢說我願意，神就會俾我哋力量喎。同學仔，聽完呢個故事，邀請你哋同我一齊有以下嘅禱告，求神加力量俾我哋。親愛嘅天父，當你給我機會去承擔責任嘅時候，求你幫助我勇敢地承擔，並且盡心盡力去完成工作。喺我遇到困難或引誘時，求你幫助我克服它們。奉主耶穌的名求，阿門。最後，邀請同學仔都可以就住以下思考問題，同家人同埋朋友一齊討論。一、如果你係烏鴉菲菲，你願唔願意接受天父所託，送食物俾以利亞？喺過程中，你最容易受到咩引誘啊？二、如果學校選班長、組長、風紀員等揀中咗你，你願唔願意承擔責任啊？三、喺冇人睇到嘅時候，你會唔會盡心完成工作？咁今次嘅聖經故事就分享到呢度啦，我哋下次再見啦。